等等，睇下呢個超水嫩嘅狀態，係新田藥妝面膜升級版啊！成個系列總共有4款，而我啱啱用嗰款就係3重玻尿酸複合原液面膜，全系列都有皇牌玻尿酸同埋 Memory 獨家專利保濕成分，再加上升級配方仲加入咗白藜蘆醇成分，可以抗發炎、抗氧化同美白添啊！咁藍色包裝嘅3重玻尿酸複合原液面膜入邊仲有玻尿酸鈉、中分子玻尿酸、水解玻尿酸、積雪草萃取，可以滲透皮膚角質層，持續深層鎖水，做到多重保濕效果之餘，仲可以舒緩鎮定肌膚添。而且佢每一塊都係滿滿嘅精華，可以將剩低嘅精華按摩至全面吸收。所以敷完之後，皮膚好似即刻飲飽水咁，望落去水嫩又充滿活力。佢仲有另外一款蜂王乳蛋白緊緻提升面膜，我覺得都幾好用㗎。除咗白藜蘆醇同埋 Memory 獨家專利保濕成分之外，佢仲有蜂王乳蛋白、植水角鯊烷、Potassium DNA 添。尤其如果前一晚夜瞓咗，個效果都幾明顯㗎。因為佢除咗深層保濕、調理肌膚、恢復水入平衡之外，佢仲可以喚醒肌膚嘅活力。用咗佢之後白淨咗，仲成日都冇咁易出油添啊！剩低嗰2款，一個可以美白，一個可以補充膠原。咁有啲婦女應該點樣揀呢？我嘅首選就係藍色，之後就係金色。不過小朋友先要做選擇，其實係可以帶晒翻屋企㗎。